过来关心下客家贡献奖，那呢报道，第六届客家贡献奖揭出新首奖，今年文史文学类，推荐儿童嘅文学作家彭辉岳先生，本客委会先导，对了摆拿到奖，佢讲啊，呢系动公用嘅事情，佢會繼續來創作客家兒童文學，希望抗疫家庭嘅熱愛，還有長輩嚟到，使教細人用客話來念童謠，安尼打好客話基礎。做生意嘅行業評審彭輝岳先生同歡喜，辦聘書嘅導演師客家事務局局長鍾傑安講，彭輝岳後生時節就開始創作客家文學，早先是同客家文學之父鍾秀珍學寫小說，下後對客家兒童文學有動態熱情，就繼續啲一個兩位發展，一擺得到客家貢獻獎是在佢拐動嘅。就堅持講也係推廣從細到小朋友推動呢客家語言文化吼來做就講從小扎根，嗰時有一點啊十分佩服，佢今日對啊講做得講實至名歸。客家童謠創作家彭輝岳先生對16歲就開始寫作，對小說、新聞到廿多年努力收來韓國創作客家童謠同聲音嘅歌，嘅作品夾擺本年先做國小國語客語課本嘅教材。每小朋友都認識韓國上外老字號嘅文學家，也擺得到客家嘅全國公獎嘅獎。彭輝岳同佢哋講，佢會繼續創作，一直創作下去。童謠係對傳承客家文化吼，真重要嘅教材，就講玩具用嘅。我想將來就繼續寫客家文化嘅散文，冇出童謠，可能我就只是寫到唔會寫。對1972年全國青年紅日競賽最佳小說獎喜事，彭輝岳先生就開始行文學創作一條路。下後第6屆吳卓六文學獎，韓國大學嘅彭輝岳先生喺文壇紅嘅 TV， 都兼改做創作客家童謠為前篇嘅題材內容，加朋友小記係高條網。彭先生講，大幫安尼方式讓客家文化傳下去，有樣懂得，是話去創作，但係時代將會有新嘅客家書傳下去。客家新聞論壇，桃園報道。